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10月2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4篇第1节到第7节，耶利米书14章第1节到第6节，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尊主为大。台湾开始在流行敬拜赞美的时候，我跟牧师娘就去参加了敬拜赞美学校第2期的训练。我们算是在台湾非常早接触敬拜赞美的人之一了哈。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在参加特会的时候，讲员迟到了，这个大会呢却宣布说讲员还没有到，我们要热切的祷告，我们看那个圣灵的时刻一到，讲员就会到了。听了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说哈。另外还有说被祷告的人呢，被要求一定要倒下去，如果没有倒的人呢，就会被那个工作人员瞪哈。也曾经听台上的讲员这样子来教导台下的年轻人呢，他说呢，电视都是罪恶的出口，我们要决志呢，今天回去之后呢，就不要再看电视。然后台下就一片阿们的回应的声音。我心想，真的做得到吗？电视真的全部都是罪恶吗？这个不就是教导基督徒公然向上帝说谎吗？另外有一首非常受欢迎流行的敬拜赞美诗歌的歌词里面有一句这样说道：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每次唱到这里，我就头上3条线都飞过去。到底上帝是我们的主，还是我们是上帝的主啊？怎么可能我祷告，上帝就乖乖动摇他的手呢？尊主为大并不是这样的意义。要如何的让上帝得到荣耀？因为英文的翻译是归荣耀给上帝。基督徒要尊主为大，尊荣上帝，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的，要怎么样归荣耀给上帝。耶利米先知他所提到的那个世代，犹大国的人就是没有尊主为大，因此在生活上他们就遇到了极大的困境。耶利米书第14章第1节到第6节这样说道：上主告诉我旱灾的事，犹大悲鸣，城镇败落，居民躺在地上哀伤，耶路撒冷哭嚎求助，富户差奴仆去打水，他们到池边却找不到水，带着空水罐回来，他们蒙着头，又失望又狼狈。天不降雨，大地龟裂，农夫蒙着头失望。野地的母鹿抛弃新生的小鹿，因为没有草料，野驴站在山岗上，向野狗喘着气，因为没有草吃，他们的视力衰退了。我们基督徒呢，要学习耶稣在世上的母亲玛利亚的态度，尊主为大，是顺服上帝，即便是自己不太愿意的事情，一旦上帝开口了，那我们就要顺服，将一切荣耀归于上帝。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5节记载了玛利亚的决志。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卑微的婢女，从今以后万民将称我为有福。因为大能的上帝为我成全了大事，他的名神圣，他向敬畏他的人广施仁慈，代代无穷。他伸出全能的手臂，驱除狂傲者心中一切的计谋。他把强大的君王从宝座上推下去，他又抬举卑微的人。他使饥饿的人饱餐美食，叫富足的人空手回去。
他向我们的祖先信守诺言，扶助他的仆人以色列。他顾念亚伯拉罕，向他施仁慈，并且给予他的后裔直到永远。尊主为大，其实不是摇动上帝的手，而是上帝要摇动我们，那与他能够齐步向前。诗篇84篇第1节到第7节，经文这样说道：上主万军的统帅啊，我多么爱慕你的居所，我多么渴慕上主的殿宇，我用整个身心向永生的上帝欢呼歌唱。上主万军的统帅，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在你的祭坛边，连麻雀也为自己筑坛。燕子找到安置出蛾的窝，住在你殿宇中的人多么的有福啊！他们不断的颂赞你，依靠你获得力量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急切要往锡安山朝圣，他们经过干旱谷，它就变成泉源地，秋雨沛降，谷中处处池塘，他们越走越有力量，都要在锡安朝见至尊的上帝。恳求慈爱的主教导我们谦卑，学习与主同行，让我们尽心尽力的服侍主，同心敬拜上帝，归荣耀给上帝。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